咱来看去年一对细老的年母姊妹仔，涉嫌甲一岁查甫囡仔凯虐待死亡。特别地检署起诉这两个人，佮继续调查。嘛认定讲，伊互人民一个细陈的志工，伊无照规定写逐个月访问的工作记录，互凯失去互保护的机会。代志逼出来了后，伊佮去修改工作记录，增加检警办案的困难。今仔检方是以过失致死，佮有假造文书等罪，甲这个细陈的社工提起公诉。凯的外妈当初是经过义护人民的小解，甲囡仔交予细老的年母来照顾，无到3个月时间，就互虐待死亡。检方指出讲，这个细陈的志工经过3改的方式，知影囡仔有出现一寡异常的状况，所拢无提出记录。伫凯过往了后，佮去改记录。检方是指出讲，这个义护人民细陈的社工犯案了后态度佮真歹哦，佮想要暗藏证据，所以甲伊提起公诉，嘛建请法院判重刑。